受到听啊，所有听众点歌，拢甲伊按下，无法度拍歌。哦，安尼你知意思嘛？更加好听讲一下。这好啊。是啊，因为即摆这首真正非常轰动，非常好听的国台语合在一起唱，唱到这有气氛的满天星的主唱者，就是大家非常厉害，甜美可人，唱歌唱得非常好，而且非常有侯家气息的黄思婷。谢谢。好，继续发给夜来香以及何日君在。谢谢。谢谢。大家好。来。菜粿才把阮留一个。你若再叫红菇粿，你看。嘿啦，因为红菇粿食较饱。啊，都这都有寿头。哇，是啊，咱中央哦做贴心的，逐年拢有准备着寿头啦、平安米啦。嘿，啊，就讲哦，咱来信徒来拜拜吼，真系啊，摕倒去食平安。嘿啊，啊，真的很开心的能够再次来到咱的九安宫哈，跟大家见面唱歌好大家听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思婷应该不是第一次啦，不是，我说再一次。对啊，所以讲啊，对着咱九安宫应该是非常的熟悉。咱主神李天地、李虎、天虎甲地虎。哦，是千岁安尼，非常的灵感。所以无感觉你一来吃，尤其你个吼，总有佛缘的人，你无来吃无感觉啊，感应诚深，我歌袂拢来。哎，讲到佛缘，我小等下半暝啊2点半就要起床化妆去拍佛教音乐的 MV。哦，还有佛
对，所以处理了很高，一直拢出足侪首的对，大啊。概下个月会发伊。这新歌吼，要一段时间都。生歌听比较不你适。讲不好，最近定落好的新歌。咱出新歌哦，咱个黄仙姑、思婷仙姑，咱一段时间都爱出一首啊，迄个佛教音乐，一段时间出一首佛教音乐，人就会愈来愈水，那个弦就愈来愈朴。谢谢但是我看到基本你看，哎呦，又多满北多嘞，方的哎呦，随几千条。哦，后壁十几道高峰，你都无看啊？电话才多，你看这公民丁，你看你。所以讲这下你无看呢，要去这佛教的抓，拍佛教的影片，买我咧无闲。你是我最近嘛有筋啊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我有去拍大爱慈济啊。哇，阿弥陀佛。啊去拍大爱吼，拢啊挂尾挂烧送啊。是。啊，而且拢介绍是较少的。哦，啊，你就是贡献呐。而且拍大爱吼，拢爱食菜呢。哦，真的哦。食菜食外千的呢。是哦。便所放药拢有甜的哦。免假，袂使去目着错。免假。你想去便所爱个炸鸡？我按照这样。伊惊去摸着车的系啊。啦。善意嘛错的啊。就讲这新歌就听无，你足奇哎呦，怪。阿弥陀佛，咱新歌你新歌的面头前开这个。哦，我现在会议过来，刚刚真的会议。对对对对。我嘛跟你讲，我即摆嘛拢啊，差不多拢闲言不水吼，讲在写大笔啦吼。嘿嘿。哎呦。正正灰啦。哎呦，啊我赶快，我底下做的东西弹古筝、刺绣、画画，真的。我到底厝吼，拢嘛伫咧灶骹撸灶头，洗头壳。啊，起痟啊！我的歹命，做大了哎，啦。你袂使现在讲讲的呢，我真正我见会真够有心得啊！你。哎呀哎呀。什么物件？哦，被咱旁边挂头的老鼠呀。啊对对对，被咱挂要头挂头的老鼠哈。像咱的诚实在地，咱老公有要参与的，有要争取的，挂头的老鼠来给咱的中的为大家来报名，谢谢。思婷今日有要带来这首新歌，有，等一下安排。好期待哦。现今的头家老主吼，再来吼，咱再来迄个舞台表家吼，再来舞台表家一下谢谢吼，现今的头家老主吼，谢谢。我今天不只会带来新歌，我还带来了签名的海报，还有满天星的荧光棒。其实吼，我感觉即摆有真侪即个艺人来讲啦吼，但是思婷是吼，我个人感觉上崇拜，然后感觉上难得的所在就是，伊有一点即个足重视的歌艺，不管伊去到倒大场、小场，当然无咧走小场的啦吼，拢是大场的走到邀请着思婷，不管去到倒哦，就是拢去甲摕海报，去甲加油打气，来这个花情缘家族的所有粉丝歌迷朋友，因为这个所在吼，四天街吼，啊咧气氛真正好，虽然晒我拢有正宗的无咯，就是饲狗，饲鸟啊，饲鸟，饲鸟，啊我咧正灰，哦，这啊，这个大体，好大体，味道，正南灰嘛，对我咧饲狗，哦饲狗正南灰，我饲鸟，啊说高兰，来，饲狗正南灰，饲鸟啊，高兰，现场有很多小朋友，你拢在亵渎咱的成功，对，而且神明就在这。对啊。哎，以上不代表本台言论。对，剪掉。哎，谁讲你袂使我袂讲剪？我老是讲这一段，咱讲录影有无？咱录影嘛，跳一下，要剪掉我我都无闲看哎。哎，要是个体格讲啊，都老，来，你讲要庆生？今仔要带来一首老歌，阿公阿嬷一早当咱来歌。哦。嘿，望春风。好，来，我先来一个。来带来一些签名的海报。海报来哦，来，好，头给老主，头给老主，请边仔好，边仔好，咱再请他。边仔大哦，边仔大，头给老主，啊，下一位头给老主，先来边仔请他，好，谢谢。这边，好，这边。小心。
来捧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是的，头前这妈妈对你唱啊上出来的啦，真的。最后迄句到底唱好无？我把手盖有要做起来。对，啊，还有这位妈妈吼，伊有对我唱的，啊，叫我海宝要送回，啊，其实有种迄个把它哇，拍摄拍摄，嘿，啊无保护你甲思婷จิ้一个好。啊，是你要甲高群大哥浪一个，好不好？我是要叫我代替甲志玲姐。嘿，无迄个空啊！妈妈讲我要家己来的，我讲好你代替唱，对哇？嘿啊，我看这个时阵吼，咱的思婷吼，都来这首即马大家目前最夯最这样呢，就直接要来唱新歌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好，那我等一下我有带来这个满天星，可以来。满天星哦，都有炸干菇的对啊啦。哦。这上美就了，咱思婷加用心哈。嘿嘿。来个炸弹。好，来，那我的满天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来来来。因为今晚要介绍的这首，嘛是咱的思婷目前最 hit 最红的这一首歌，这歌名叫做《满天星》。麻烦高群大哥，好，帮我送好不好？好，直接送。哦。哦，这哇，小姐较爱这种。小姐较爱这个，哇，头前这拢是梦。来，那拿到满天星的朋友可以这样子挥舞，跟着甩一甩，好不好？嘿，好。来，哇，这安尼唔知要对，到现在。就拍分咧。嘿啊，哦，你安尼出难题，好阮。这边哦，这边分两三题，哎呦。哇，因为它很松，它有时候这个星星会掉下来。啊，他们啊，帽子在哪里？好，上完危机了，好，谢谢。小心小心，会唱的陪我们一起唱好吗？这满了乌云。
有一个